伫咱台湾是有一群对创水充满热情的人组成水下摄影团队，对这游泳池到大海拢可以袂倒。这个团队是参加过真侪电视电影的水下摄影。第一代青春咱的梦，这个拜六下暗7点半，特别带大家来探索这个神秘的水世界。变成是 Keep 可能在过去到这一个石室这一边。一群人围伫游泳池边啊，无用伫水底要铺乌色的布，所来甲鸡啊放伫水底，家组起来。今仔日要伫水底拍广告，导演一个下令，专业的工作团队分组开工。这个成员大家拢是水中高粱，除了水底摄影，上介重要的就是负责演员的安全。就是安全，然后也可以让演员就是比较好进入状况，然后在做拍摄的期间，就是也可以知道，就是可以比较安心的在水里做动作。为广告到电影，为游水池到海底，海流的变化是真紧。就算是老经验水底摄影的团队，一届要甲艺术家合作翕定准的表演。成员要是感觉压力真大。其实最困难应该就是道具如何定位这件事情，这么大这么重，然后没有下水测试，所以我现在比较担心它的问题，它是正浮力还是负浮力？要伫海底甲200公斤的艺术品刷叮当，还该想办法甲固定伫海底。加在团队大家正人合作，顺利安全完成这个任务。会当有这个成果，是团队长期固定合作，加上签约保障因做工课的安全，所培养出来真大把的工作模式。但我觉得也因为有这5年的限制，然后这5年的限制，然后变成团队的凝聚力。如果没有做这件事情，我觉得很快的，大家都是就会跟很多自由业者一样，就会零零散散的。为事先的准备到拍广告现场的掌控，拢是团队一届搁一届合作的经验所建立起来作业模式。若这个成果，大家嘛拢看会到。所来这群专业的成员，因有更较大的野心，要打造出世界级水底摄影的团队，用镜头让世界看到海洋的水。记者吴德庆、叶家军台北报道。